对啊，丽丽都没有动哎，丽丽，我愿望就从我这里有啊，哎，他们两个都没有动哎，有动啊，我正在动。有了，丽丽很最自然。我那天我也要学你，我们每个人都把头发加一点美哎。没有，我觉得丽丽很正，因为我在旁边有感觉。你以前合唱团对不对？难怪那你爸我要去这个一下，我要去护发。你们好心机啊！哎，我买那个护发衣给你们，就摸起来会亮亮的那个。真的吗？像丽丽这么亮。好可爱。好专业哦。我看那天好漂亮，我看那天真的要洗个头，头发也要吹。对啊。是你看两个麦克风，一个对准你的那个水，一个对准你的那个雷达，对不对？只是麦克风可能会挡到我的照片没看。所以我们12点来不及，11点半就来。你们要早一点来。哎，我们11点半就要吃好。好自然哦。真的。好看，这个就是要这样，好像非常好。我们11点半就来，然后我们赶快吃一吃，11点就吃午餐好。对。赶快来做事。对。做事啊，不错。丽丽几点下课？你不是早上？对。还是不要改早上了，对。好，没讲完的。好，我帮你搬桌子的，帮忙搬好。